在不久的将来，圣国的百姓会因为你过上太平的日子。我？那我该怎么做？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，爱你所爱之人，做你想做之事，终有一天你想要的都会实现。要知道，人的本意是鹰。真的吗？我还以为是纸鸢呢。真的，你不需要那根线。所以，小丫头，你可能要自己走回去。我还会再见到你吗？会的。一言为定。